大王是要召王后来侍疾，那么是芈八子。是。大监，王兄，太子和朱公子也都在外殿候着呢。消息外泄，不但宫中的诸位公子轮流侍疾，外封和军中的各位公子也都快马趕回来了。这麼快？他們這是來侍疾，還是為了王位來逼宮呢？大王抑鬱嚴重，表面上看是宫中诸公子齊聚侍疾，實則咸陽城中各位公子及他們的母族的勢力已經在蠢蠢欲動了，都是什麼？都是風聞大王要廢嫡立庶。那又如何？諸公子齊聚，大王廢太子容易，但是想立公子繼為太子，則難如登天。只怕那10幾位公子會為了儲位殺得你死我活。不要說了，大王，事已至此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違呀！大王應以大局為重，為避免國家動盪，臣請大王放棄易儲之念吧。天意弄人。哎呦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臣請大王早點定奪吧。好了，车厘子，最後還是你贏了。你召令太子當监官，左相處理其父之，宮中未分封的諸公子即可就封。至於繼兒，寡人早已寫好詔書，封他為蜀侯。芈八子隨繼兒前往封地。大王英明，快選太子。不必。那大王要選誰？趙英夫人進宮侍疾。是。大王怎麼說？是否讓我們進去伺候？大王有旨，選嬴夫人進宮侍疾。